台南市立病院一般外科主任邱英义医师表示，一般的病态性肥胖，大部分拢会建议做减重的手术。亲像这名男科的工程师，因为体重过重，不但引起腰痛，而且嘛有膝盖退化性关节炎的状况，加上睡眠呼吸中止症。经过医师的评估，最后采取达文西的手术，进行微创胃袖状的切除，才重新找回健康。有关达文西手术的话，原则上的话，它的局限其实是比较少的。那因为局限是说，原则上一般传统能够使用腹腔镜手术的话，达文西手术都可以执行。那而且达文西手术在比较复杂，甚至要比较精准的切割跟缝合的话，它的效果其实是会比我们传统的腹腔镜手术还要更加的好，更加的快。那唯一现在目前呢比较缺点就是说，它的器材费用相对是比较贵的。那在最近的3月当中，我们的健保署有通过一些部分17项手术的健保给付，相信这个是对民众也是很大的一个福音。如果想要使用达文西手术的话，也可以趁这个机会看了解一下，那适不适合使用达文西手术。医师表示，达文西机械手臂因为活动的关节较济，比传统的腹腔镜会用处理较精准的切割甲缝合，不过就是费用较贵。虽然伫今年3月，健保署开始纳入部分达文西手术的健保给付，不过减重的手术也是要自费，而且嘛有部分的风险，因此手术前一定要经过医师的详细评估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